我老媽子佢啱啱18歲，正所謂間間口波波脆，身邊個個老友一雙一對，起勢問佢係咪冇人追。我老媽子話佢哋都戇居，最緊要合晒河車啱晒心水，揾着個唔啱嘅咪自己受罪，最後只會更加空虛。白馬王子一早佔據在心裏，白馬王子來到就跟他私奔飛去，佢愛玩驚喜會送下禮物，間唔時仲會送下花，唔使太高大但唔好怕，最起碼要有1米8，無需要太英俊太瀟灑，簡簡單單似劉華，最緊要有架車揸下，白馬王子總要有隻馬。嗰年我老媽知佢跟朋友去派對，點都唔可以衰，拿住杯酒喺度起晒隊，最後仲成智力嚟吹，飲到 wing wing 地又有啲醉，真係自己落嚟衰，最後諗住擰轉身就走出去，點知一轉身就遇到佢，係白馬王子一早就站在這裏，白馬王子家陣就跟他私奔飛去，佢愛玩驚喜會送下禮物，間唔時仲會送下花，唔使太高大但唔好怕，最起碼要有1米8，無需要太英俊太瀟灑，簡簡單單似劉華，最緊要有架車揸下，白馬王子總要有隻馬。當日由於我老媽子飲醉酒嘅關係，黑馬都變白馬，我老豆都變大水牛。咁究竟我老豆係點嘅呢？佢專玩驚喜唔送禮物，情人節都唔會送花，高大亦都唔怕黑，佢高手都過1米8，唔英俊兼夾唔瀟灑，佢個背脊都有啲似劉華，揸 van 仔送貨就最耍家，白馬王子都會墮馬，白馬王子都會墮馬。你好。